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就业，聊一聊这个就业形势啊。这两天啊，黑龙江的一场招聘会又上了热搜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啊。这个叫黑龙江人才周暨2026年黑龙江高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双选会啊。这个9月15号，在黑龙江大学体育馆。据说这个招聘会啊，这个来面试啊，来找工作的学生达到了11万人，而这个招聘会一共只招9000个岗位，一场平平无奇的招聘会居然有11万人，这个天之骄子，而且其中啊很大一部分都是硕士、博士，现场啊人头攒动，据说保安啊没有办法，只能一次放2000人进去，进2000人啊，进去之后出了2000人，再放2000人进去。长长的队伍都已经排到地铁口，把地铁口都堵住了，一眼看不到头的这个排队的队伍啊。有人说啊，这个硕士博士就像过江之鲫啊，有人说这哪是这个人才啊，这简直就像蝗虫过境啊，一个岗位10几个人去抢。具体情况啊，大家看一段视频。你们都看到这个视频了吗？这个是黑龙江的人才周啊，大型招聘会现场挤满了排队的大学生。根据数据显示现场有10万人参加，都是本硕博，队伍呢已经排到了地铁口，还望不到头。据说有学生足足排队了3个小时，因为这个人太多了。保安这边呢只能2000个人，2000人往里放。进去的这些人呢，就先进去投简历去谈，里面有公司的人员在对接。招聘的岗位呢只有9000个岗位，却来了10万人参加。有网友就说了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现在这个就业环境这么卷了吗？甚至还有网友感叹这不能用过江之鲫来形容了，这就像感觉那个蝗虫过境一般。但是即便是这样，有些个企业的人说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，那你说这是咋？挤得我现在的热情已经没了一半了。今天又是要去勇闯招聘会的一天，汲取了上回大家的一些经验，我呢穿的很正式啊，穿了一个比较休闲的西服外套，再去勇闯一下招聘会喽。这个招聘会多少人啊？这么多人，现在终于要走进去了。这回再看一次本领研究生勇闯招聘会吧，这回场子是忒大，老多人了，挤得我现在的热情已经没了一半了。哥，咱就是这个广电今年都不招广播电视和戏剧影视。我们应该上播电台，广播电视台。市场营销。没有，没开，今年没开。那以前招过吗？我们没招过，一家都是招过。完了，行吧。哎呀妈呀！这是啥呀？没有我的专业呀！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图书馆也得是博士是吗？就只能是博士对吧？哦，人只招博士，26年毕业那么一大摞子。他是什么专业啊？你们要求硕士？要求学看哪的？全是艺术类的。对呀，就是艺术类都可以报吗？艺术学吗？设计呀，设计传达呀，艺学都可以。本硕一致。本硕一致啊，好嘞，这给我了啊。哎，这挤的。报名表什么那些都需要准备，你下午送来呗。我先来看看能投什么，我就看看有我们的专业。明天就面试。哦，行，那我看看。你等一会儿，你先别走，咱俩得加上信，我得能联系上你呀，因为我别找不着你呀啊。等一会儿啊。哎呀，出来了。哎，我看看之后了。哎，没多少人了，走的。市场店。确实啊，看着这个黑压压的队伍啊，这个百感交集啊，这些孩子啊，叫10年寒窗苦啊，他应该不是10年啊，读了本科毕业也得16年，把幼儿园算上，那得小20年了啊。这些在这个家长的教育下，对吧？在这个别人家的孩子的衡量之下，对吧？在各种 PUA 之下长大的这些人呢，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，11万人去看这个9000个岗位。关键这些岗位很多3000、4000一个月啊，里面有图书馆招人，也是博士毕业。黑龙江的这场招聘会啊，就直接把学历通胀摊在了太阳底下。这些学子们呢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不是因为岗位多，而是因为岗位太少。2025年有1222万大学生毕业，80%岗位啊，硕士起步。几年前还是本科就行。现在硕士居然成了起步价，书啊越读越高，价码越来越卷。更让我想不通的是，这个居然发生在黑龙江。在我的印象里面，黑龙江第一个啊，我们就把它说大一点吧，东三省
对吧？那学校也不是太多，也不是年轻人爱去的地方，对吧？无论老年人都是从东三省往出流，他们考大学的时候就选择往，对吧？长三角、珠三角或者大城市去，即便毕业了，他们一般的也不会回到东三省，这是在我们的印象里啊。那肯定要去深圳啊、上海啊、杭州啊、成都，无论是气候，对吧？还是条件，还是待遇，都比东三省好得多。所以说啊，在黑龙江这个招聘会居然这样人满为患，那你就能想象啊，那其他地方呢？正好啊，国家统计局啊9月17号，也就是前天公布数据显示，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 18.9%， 较7月增长 1.1个百分点，比2024年同期高 0.1个百分点。这个大家也知道啊，这个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啊，这个是一个新的指标。2023年的时候啊，之前用的不是这个指标，之前用的那个指标啊，由于这个数字啊，害怕很多人接受不了。所以，对吧？为了让大家这个不要产生误解，给他换了个指标，叫16到24岁不包含在校生，算这个失业率显得更合理一点。所以啊，今年8月这个数字啊创了新高。所以就这个数字和黑龙江这个招聘会，对吧？基本上能验证上，黑龙江招聘会人这么多，11万人竞争9000个岗位，而且硕士起步，对吧？很多工作3000块钱一个月，居然有这么多人去，恰恰说明就业难。而这个16到24岁不含在校生的这个失业率啊创新高，恰恰从数据上说明这个问题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总经济师傅林辉当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，从失业率变化规律来看，每年进入7、8月毕业季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会出现季节性上升。随着毕业生逐步找到工作，失业率会逐步下降。从2024年下半年走势看，7月开始，青年失业率快速上升，8月为当年最高点，9月起逐月下降。那问题是同比也是高了0.1个百分点呢，就是今年8月份比去年8月份就业还是要难，比今年7月份那就更难。这个财新网他说啊，青年就业面临更深层的困局，其中既有岗位需求侧新旧动能转化的落差，也有人才供给侧择业观念变化的作用。以近年出生人口数量以及当前约60%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估算，中国每年超过1000万高校毕业生趋势或将持续到2040年。如果供需两侧结构性矛盾未改变，就业市场还将度过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期。实际上我看过一个数据啊，好像到2038年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啊才开始下降，2038年是最高点，应该是1800万，我有这个印象，那个时候是个最高点，大学毕业生是最多，往后就逐年下降。按照财经网的说法，就业难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个关于就业难咱们也聊过很多次了，对吧？当下这个客观环境啊，我们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改变不了，对吧？外资撤离，低质量的外资啊，高质量的外资来了，但是高质量的外资它提供不了太多就业，低质量的外资呢它提供就业挺多，人家走了，对吧？这个就业岗位没了。我记得什么银行，花旗银行还是哪个银行把它研发部门搬走了，3000个岗位没有了，对吧？微软把它什么研究院关掉，有几千个岗位没了，对吧？这样积少成多啊，这些岗位对这个黑龙江人才招聘市场这牛马来说啊，那都是高薪岗位啊，那都是以前都是求之不得的，少掉的都是这些岗位，对吧？再加上你看这么多房企暴雷，本来这些房企吧，对吧？每家房企多少它要能提供2、3万个优质岗位啊，就是年薪怎么的几十万的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互联网大厂想进去也难，在互联网这一块基本上处在一个收缩、停滞不前的一个状态，并不像10几年前那种跑马圈地啊，对吧？大家回忆一下10几年前那是什么概念？那个时候字节跳动，对吧？刚出刚来，什么滴滴打车刚创业，饿了么还在大街上发传单，美团呢还在跟人血拼，共享单车、移动互联网，对吧？平台经济。大量的国外资本进入啊，烧钱呢，抢占市场，提供了很多优质的就业岗位，对吧？这个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啊，2012年，也就是10几年前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不到这个景象，对吧？都在收缩，都在优化，都在减员增效。所以我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客观这个环境，我们个人改变不了，我们只能想办法提高自己，适应这个环境。刚毕业的学生也一样，那时候可以浪，逆境的时候啊，要苟住。所以当下找工作啊，也要把条件放宽，把这门槛放低，
就是先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，对吧？先不要再花爸妈的钱了，先从经济上要独立。如果你把就业跟你的未来事业挂钩的话，你就发现非常难。但是如果你把就业只是解决自己吃饭、找到地方住，如果你把它定位低一点，你发现它其实并不是特别难，对吧？我们很多毕业生啊，年轻人，这个现在思想要解放，就是说你现在毕业之后啊，就是找个吃饭的活，而不是说未来就是干这个事业，对吧？事业啊，那是边干边发现的。几十年前啊，那大学生一毕业啊，就要从事那行业，一辈子就干这个干那个，然后找一个国企，找一个什么单位，一干一辈子，这个观念啊，都应该要改变。也就是说啊，现在就业啊，找工作先不要挑挑拣拣，你学这个专业的，人家正好招这个专业的，这是理想状况，这个还是过去的那个俗套的这种就业观和这个叫事业观。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啊，在毕业之前准备一些简历，对吧？给这些对口的单位或者行业发一圈也就算了，对吧？如果有面试就去，如果被选中了，那就是你是叫天选之子啊，命好。如果没选上，对吧？或者是没动静，石沉大海，那就算了。先灵活就业。另外一个残酷的这个冷酷的数字啊，也告诉我们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啊。中国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外卖人员人数迅猛增长，一边是失业率上升，一边是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快速增长。截至2025年7月，网约车司机活跃用户2924万，就将近3000万。网约车司机啊，活跃用户同比激增23%。快递外卖行业同样呈现强劲增长，从业人员总量2000万，具体包括外卖员是1403万，同比暴增75%；快递员539万，同比增长14%。灵活就业啊，说到灵活就业，中国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口呢？我们习惯都知道有个数字叫2亿，对吧？中国有2亿灵活就业人员，这都是一个估计的数字啊，占全部劳动力20%，高达城市劳动力的40%。城里5个打工赚钱的人，就有2个是灵活就业。智联招聘和中国新就业研究中心2025年7月做了个调查，几种典型灵活就业。卡车司机平均月入8300元，但收入满意度只有22%。满意度最高的是网约车司机，平均收入7700元，有81%的满意。可能卡车司机这个比较辛苦一点吧，网约车司机是不是感觉更灵活一点，更自由一点？外卖骑士平均收入有7500元，满意度64%。快递员、制造业工人、建筑业工人平均收入是6000元，满意度分别是54%、62%、46%。这是灵活就业人员啊几个主要的工作方向。所以说啊，对现在啊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啊，无论你是本科还是研究生，对吧？这样的招聘会是该去，但是不要做什么过高的期望，找到固然好，找不到啊也无所谓。很多啊大学生面临的就这么几条路啊，当然是因人而异啊。有人一毕业之后啊，他考研实际上就是推迟就业啊，不代表什么，你只是啊想用时间换空间，想等到你研究生毕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业环境就好了？那这个带有一定的赌的成分，有的人恐怕被迫啊还要上博士。博士现在竞争也很激烈，对吧？现在在校的博士啊，比我们历史上培养的博士还要多，你就知道博士这个文凭现在已经是通胀非常严重。这个是因人而异啊。如果你喜欢搞研究，对吧？你说你就对科研、对学术感兴趣啊，那你是可以这么干的啊。如果你说我只是想读这个文凭，想找个好工作，那这个恐怕带有一定的啊赌博成分，这也得碰运气。说不定你博士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经济最差，对吧？还在下降过程中，还没找到谷底，那你恐怕也很难找到工作，也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。恐怕博士毕业保不齐也得去送外卖啊，开网约车，高不成低不就啊。这是第一种啊，就是选择继续往下读的，想错峰就业的。第二种呢，考公务员的，对吧？像进体制，这个目前看啊，貌似啊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似乎还可以。但是那是什么呢？那是我们用上帝眼光、上帝视角去看，我们是站在局外看这个事情，感觉还可以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啊，我当个公务员，虽然我工资不高，但是我一退休，我这优越感就有了，我这退休金很高啊，有保障，对吧？虽然我这级别不高，但是我有面子啊，我有能量，对吧？等等啊，这个都是局外人只能看到他的好处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痛苦。就是体制内的人啊，大部分心理都是，你很难说健康。我换种说法吧，就是如果你有那么的强大的心理，在体制内能做得好的话，那你要在体制外，你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。我可以这么说，你如果有那个能力啊，在体制内
能稳住，哎，而且还对吧，不受任何外界干扰。那你有这个能力的话，你在体制外一样会干得好，风生水起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体制内啊，这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很多回，因为任何行业都一样，它的弯上是人越来越少，塔尖儿，对吧？你进了体制内，很多人啊混到副处就退休了，这是绝大多数吧，少一点的是处级，对吧？像胡一金老师这样，对吧？这个副厅级，然后厅级待遇退休，这是人中龙凤啊，少之又少，不要以为很多啊，其实不多，咱们14亿人口啊，胡一金老师这样的人有多少啊？对吧？绝大部分能到处级退休很厉害了，很多都是科员，对吧？一辈子就是科员。如果你心态不好，你根本坐不住，对吧？你在里面干了10年了，来了个小年轻，干了2年就成了你领导，哎，他叫你老张、老王，你叫他对吧？李科长，本来叫小李的，对吧？现在不敢叫小李，你这叫李科长，憋屈啊，还得看他脸色啊，哎，这个就不算了吧？这个你说人家对吧？有后台，人家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啊。最可气的是跟你同时啊同一批进的同一个单位的，人家已经到哪儿当处长去了，你还在这原地踏步，对吧？当初都是在一块喝酒的，天天晚上在一起打牌的，现在人家已经当领导了，你还坐得住吗？你坐得住，你附近的人坐不住啊，他天天说啊，像这种人啊，在单位里面也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成就感，就是混日子。所以说这个城外的人啊，他没法理解，那城内的人呢，他憋屈，头发都急白了。看到别人混得风生水起的吧，他不甘心，但是他也不敢，胆儿小，对吧？你干啥都要冒风险啊，吃拿卡要，对吧？他帮别人办事，那都是有风险的啊。这个咱就不说了，就是进体制内啊，你得有一个好心态，你才能在里面待得下去。我刚才已经说了啊，你要有这么好的心态，你在外面干得更好，一定会比在体制内强得多。体制内啊，实际上是一种扼杀人性的一个地方，它不容许有个性，你就是一个螺丝钉，对吧？你老实不要冒头，有棱角的给你磨掉。何况啊，现在体制内也不爽了，各个地方政府，对吧？发工资越来越难了，地方债，对吧？土地卖不掉，接下来啊，就是现在已经有地方公务员开始欠薪了啊！如果经济再这么下去，明年后年再过3年，难以想象，对吧？保不齐又会出现这个30年前叫下海，那个时候叫下海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务员这一说法，那就各个单位的干部啊叫停薪留职。现在很多啊在商场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那个时候下海的。你比如潘石屹，对吧？你比如说什么那个居然之家的老总啊，就跳楼的那个，很多啊都是那个时候下海的，都是国家干部。所以说，等到你千辛万苦，对吧？削尖脑袋进了体制，这一进去，你还不可能先去什么好的单位，恐怕要去这个什么基层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去边远乡镇、落后地区，现在要贡献个3、5年，哎，等到你那3、5年还没贡献完呢，这边又开始，对吧？减员增效了。哎，现在老师不就是经历这一切吗？老师已经开始了啊，这咱们以前节目介绍过了，老师有编制啊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所以说什么时候到公务员会有的啊，不要急。所以说对一个毕业生来说，对吧？一考研考博，这个又是博弈，考公务员也是那样。所以被逼啊，对吧？你找不到工作，你先找个事把自己养活。这个社会已经到这地步了，先把自己养活，然后再找方向，对吧？就是说不好听的，就在送外卖、开网约车之余啊，也得想往后怎么办，对吧？再想办法进入一个行业。机会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，对吧？即便你在当保安，你也要这个时刻关注啊，这个你关心的或者你感兴趣的行业的动向，对吧？想方设法的怎么样能进入这个行业，这叫曲线救国，对吧？你一步没有办法直接达到目的，那你就得分4步5步去实施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办法啊，这个咱们在对吧2年前就开始说了，年轻人这个时候不行的话，应该出国。对吧？到国外卷，至于去哪里还是因人而异，对吧？看你这个人的能力。哎，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就喜欢冒险，我这个人能吃苦，那你就去那些还没有这么发达的地方，机会更多。你说我这个人比较安逸，厌恶风险，那你就去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，相对比较安全，但是那个地方竞争呢恐怕也比较激烈，但是比国内要好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的大学生啊，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完全可以到海外去。我想啊，没有一个地方比我们这儿更卷，对吧？你只要离开中国，任何一个地方卷比咱们这儿好要轻。当然了，你出国之后你也得因地制宜啊，对吧？你虽然是本科毕业，但你去美西方，对吧？这些发达地方，你很有可能做的是蓝领工作，对吧？白领工作，美国人自己找白领工作都难，对吧？美国人自己跑到硅谷上班也不容易啊。好比我们去大厂上班是一样的，竞争十分残酷啊，激烈啊。所以说我们摆正心态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去做蓝领，从蓝领做起啊。最近我看一个江苏徐州人吧，在美国掏大粪，他说他是掏粪工，他的计划就是1年要赚100万。我老刷到他的那个视频，他就在美国收垃圾。
所以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摆在我们年轻人面前啊，大学生面前的第一个是思想要解放，就是不能像20年前、30年前那样的了。对吧？你发现你要思想一放开之后，你的这个前途啊，似乎一下就明朗了啊，就宽了不少。如果你把目光就盯在国内啊，就盯在跟你那个专业相关的这个就业上面，对吧？那你基本上就是没戏了，是绝望的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毕业，你还在上大学，我倒是建议你啊，你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啊，你那个专业啊，你愿意学就多学学，不愿意学就拉倒。你倒不如多学点语言，对吧？日语啊、英语啊、法语啊，好好学一学。关于就业这块啊，不要说未来3年，也不要说未来5年，未来10年、20年都是一年比一年难，这个是确定的。虽然我们人口在下降啊，新生儿出生率在下降，但是我们未来10年啊，这个大学生是越来越多，一直到2038年，这个大学生是供大于求，那当然就业是越来越难。所以说年轻人啊，要打起精神呢，叫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啊。如其在这儿混那个3000块钱1个月的保安，你还不如到国外去掏粪。不要嫌丢人呐，没有钱才丢人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